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城中城大楼大走着这个46条的人命，消防单位阁回到事故的现场，要来找出着火烧厝的原因。意外来发现讲，这个大楼楼梯的防火门大部分拢已经互拆掉，也若无就是门无法度关。加上这个1楼废弃的商场，停50台的机车来助燃，这真有可能就是致使这场火灾伤亡惨重上主要的原因。大楼的住户嘛，甲咱的记者讲，这有影，这防火门早就拢互拆掉了。高雄城中城火烧厝烧毁真济人的厝，造成惨重的伤亡。即马内部画面公开1楼停真济乌多摆，被烧到剩铁架啊。各楼站的防火门大部分若毋是消失去，就是无度关。那呢，这门呢？楼梯的防滑垫都被人家偷了，那铜条啊，我用掉了，不用掉，那是还我们的。安全门敢互拆掉。无防火门，要怎挡乌烟？相单位中华火场勘验发现讲，1楼废掉的商场停差不多50台乌多摆，变成助燃门。各楼站这防火门，若是互拆去，就是未关紧。电梯外门嘛拢生先歹去啊。乌烟就烟，电梯这楼梯称悬，专家嘛讲防火设备真重要。我觉得防火门它没有办法阻隔烟热，当然是很重要造成伤亡的因素。可是烟只要今天它只要烧起来的时候，它只要有热量，它就会把它带到每一个角落，而且烟是无孔不入。城中城的火灾7楼以上伤亡的大部分拢是乌烟造成的。防火安全门被拆掉，敢是造成惨重伤亡的关键因素，爱搁调查。为了避免危险的代志搁发生，市政府嘛全面体检具的建物，并且继续强力跳度阻挡道行路线的障碍物。